诗篇第4篇，大笔的诗交予圣乐长，用弦的乐器伴奏。为我辩护上帝啊！我求救的时，求你应我；我困苦的时，你有甲我透放。但求你怜悯我，听我的祈祷。恁遮的人啊，将我的尊严变做见笑，要偌久？恁以爱功夫，追求虚假，要到佇时？着知上主已经分别敬虔的人，做伊家己的。我求叫上主，伊袂听我的声，着惊吓毋通犯罪。伫眠床休困的时，心着安静自省，着显下上帝心意的罪，嘛着倚靠上主。真侪人伫讲，啥人会当指示阮甚物好处？上主啊，求你用你面的光照阮，你互我心内有欢喜，赢过人得到真侪五谷甲新酒。我要安然倒咧困，因为只有你，上主会互我安稳徛起。